呢個計劃好好啦，減低咗好多家庭嘅負擔咯。我覺得成個計劃意義深遠。呢個社區居民咧，其實而家已經有一個意識去及早預防牙齒疾病啦。青少年護齒共同治理先導計劃銜接學童牙科保健服務，協助13至17歲嘅青少年建立定期檢查牙齒嘅習慣。其實我小學嗰陣時都一直有跟住牙科保健去做定期檢查，但係自從冇跟住牙科保健之後，就冇再定期去做檢查。我覺得呢個計劃好好啦，第一樣嘢佢可以自己揀想要嘅私人牙醫診所啦，咁然之後亦都可以幫助嗰啲需要呢個計劃嘅人咧，減低咗好多家庭嘅負擔咯。牙齒嘅健康可以影響到我嘅生活啦，咁如果牙痛嘅話，都會瞓唔好覺，會影響我睡眠啦、返學啦、做功課啦，會影響我生活嘅方方面面。咁所以我覺得定期嘅牙科檢查同埋洗牙係好重要咯。除青少年護齒共同治理先導計劃之外，衛生署亦都喺今年5月推出社區牙科支援計劃，為有經濟困難嘅弱勢社群提供資助牙科服務。唔講唔知道啦，長洲大概有2萬個居民，其實咧其中好多都係長者嚟嘅。咁通常長者都會有好多長期病患啊，或者行動不便。咁好多時候咧，呢度嘅長者都會因為佢哋怕路途遙遠啦，要仔女送佢哋出去市區睇牙，或者驚負擔唔起睇牙嘅費用，所以如果唔係影響到佢哋進食或者身體健康咧，好多都會選擇忍咗去算。可以將成個牙科團隊由市區帶到嚟島上面，咁佢可以幫助到好多行動不便嘅老人家啦，亦都令到佢哋冇咗一啲經濟上面嘅考量啦，唔會覺得話睇牙會睇唔起。呢一個計劃咧，令到成個社區嘅口腔健康都一路進步緊。之前咧未睇牙醫之前咧，個牙係咪好痛啊？係啊，係好痛啊！豬肉啊、牛肉啊，佢都唔係咬唔到嘅。咁梗係咧做咗之後咧，佢就會真係咬到啦，食到啦，係真係有肥咗啲嘅，係啊，係真係肥咗啲嘅，係啊，咁我哋都好開心嘅，變咗就係，幫助咗好多，咁就係啊，同埋舒緩咗我哋嘅壓力啦，點知幫到啲老人家，我就覺得係非常之好咯，又幫到我哋嘅照顧者，係好好咯，我哋希望真係呢度有醫生睇嘛。我唔使要諗住我去出邊睇咩醫生，同埋冇諗住我要坐咩交通工具啊，我要去到邊度啊，去揾醫生睇。我覺得真係好貼心咯，佢哋咯，幫長洲居民帶到政府嘅資源入嚟。首先就好多有需要嘅家庭會好開心啦。第二咧就係話佢哋開始意識到啊，原來個診所喺我附近喎，仲要喺地下，好容易上落嘅喎。咁佢哋就會個動力咧，推動佢哋去睇牙，仲要好平嘅喎，佢哋就好會鼓勵身邊嘅有需要嘅人士嚟啦。我覺得呢個計劃可以幫助到基層市民咧，係因為佢令到佢哋冇咗經濟上面負擔嘅考量啦，同埋咧亦都係佢哋唔再因為佢哋嘅區域而受到限制，都可以享受到一般人可以享受到嘅醫療服務。